呢個係我哋習以為常嘅一個畫面。教宗身穿白色嘅衣服，同其他神父同主教唔同。呢一位伯多祿嘅繼承人總係身穿白衣，咁係點解呢？教宗着白色嘅衣物係因為一場歷史嘅偶然。聖庇護五世原本係一位道明會會士，佢當選教宗嘅時候決定保留咗佢嘅會服，由此開創咗教宗都身穿白色衣服嘅傳統。後嚟仲加上咗各種語言式嘅詮釋，例如純潔等等，但根源實在由此而生。然而喺教宗庇護五世建立呢一項傳統之前，教宗服飾嘅一啲元素早已存在並流傳至今。係嘅，過去曾經有其他元素存在過，例如紅絲絨短披肩，或者教宗嘅各種物品，例如三重面，呢啲明顯都有住更早嘅淵源。喺西斯丁小堂旁邊有一個充滿咗秘密會議嘅象徵意義嘅房間，佢被稱為哭泣室，係新當選嘅教宗除去樞機嘅服飾，穿上教宗服飾嘅地方。可能教宗庇護五世並唔知道佢呢一個決定帶嚟嘅影響。5個世紀過去，佢當時所作出嘅決定仍然係教宗職位其中一個標誌性特徵。